了，所以跟他有点善意的，然后离开是吧？讲一下比如笑话。这一个小孩子他考试，然后他的同学问他说，如果你考试不好的话会怎么样？他说，如果是1比0的话是你主张的，第70分呢说男主张，那如果说是60分呢，男女混合算。啊，那或者哪一场也请哪一场。这说在去年上过节很感动的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荷兰组，现在他已经在决赛，那这个是年初啊一起。那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6月份，学校他到一起去，然后到一起去，然后到一起去的时候啊。就回来后啊，就在第隔天晚上，还有晚上，他就跟或者说，我这一辈子如果我没有去开上班的话，我这辈子就白来，我的生命就这样子耗掉了。所以说啊，我从现在开始，只要2个你需要一句话，就直接，或者说怎么样的痛苦，会让你会这样。后来他就说他要去世，他说。他到地里面知道，然后看到一个正小姐，这个正小姐呢，她从大学毕业后，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，我要到北京工作。她每一次毕业后我才会回来看。妈妈说呢，到时候待完呢，用她的工作了，我跟她讲说。我大概很多地点的看你去，各位，那就这样子去哦，到了7点到第8点之后，他爸爸才知道说这条线过不完来哦，然后呢，经过10点后10点，经过10点或者去帮他们那个庙里彩绘，庙里彩绘之后，这10点开始这位郑小姐，她能够就是说能够。这个人他办成立了将近15家伙，将近有200个人亲，不容易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在台湾，这个时间跟每年这个产品过去，我们想想，那么包括这也是要反省。那到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后来他就说了，他说就像他很动，就是他的理解师，会理解师，他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这位讲师啊，他讲师刚才说，你明天坐火车到宿舍去，所以从你家坐火车到宿舍，时间要24小时。然后他就跟你说，当你下了火车以后，会有一位接你下来，这个接你。结果当他坐了24小时的火车下后啊，所有车站全部都就没有看到。后来他情急之下，还好口袋还有手机，打电话说电视，你不是说有位团主在接你吗？好像都没有看到你。他俩讲听了说哎呀，不理解。各位，那个时候好像说这一集。他没有这样讲，这些说两直接联络到他了。后来说没关系，我马上联络。整个车站都没有人，然后在半个小时后，那一位男子在接他，来接他的时候，又是同一个单位接他之后，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开放，对，在他开到一整个过程中，我就要他记得感动，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举目无亲，虽然是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语言，可是对他感受来讲的话，他就很深，就是完全陌生。如果他踏进去以后，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不是害怕，而是说这个急的情况，他有感觉说，应该就是我奋斗的开始。应该在这个时候，应该就是我不仅实力的开始，
去他医疗这个地方10年，他讲记者说他怎么讲？他说当他面对到要申请到上研究班之后，他曾经用过3次，他就跟他翻译，因为都是他开讲课，那个说自己是很 OK， 他讲课，然后他就讲说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晚上会有一位演讲师，他会来帮我们上课。然后想说演讲师帮我们上课，后来等到了时间快到上课的时候，就问他了，那请问这个演讲师在哪边？说对不起，这个演讲师就是各位，如果是你去面对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这个演讲师好，就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啊，他跟讲说，各位，我这次觉得这次为了引从雅加来有演讲师嘛，然后呢帮你上课，时间到了，他说怎么你怎么是接一个再打过来讲师？他说没有力量，一点是。可这样1次2次的各位，不过他对他自己的修行是很严格。刚刚也跟周有2个分享，说这次到前天马上就在，这次到前天去，而且就安排因为从北业过来，因为从南业过来，南业过来的话，或许还骑了机车到车站。那时候也想说，反正柬埔寨就是这么大，而且跟开玩笑说，也都不会丢掉，为什么给我花钱不起？我们有时候不过人满去面对，有一位讲师他在讲他要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小岛去，结果这个飞机啊已经离开了，已经飞走了，然后呢，他飞走做完之后，他自己有点跌死。所以如果是我不紧张，因为他说我不想听，后来他跟我说那你怎么解决？我说我有一个最正的方法，最的方法，用这种方法，用不同卡的这种。人来人往话题的地方，我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喊一句话，有没有人讲中文？但是喊到第5句后啊，有一个人来问说，我发手枪，我报告。所以好几天讲说，绝对不会说这样，看你会用方法。所以或者想讲说，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讲出来这种想法，这点前提也是说在之前或者开班的。我们这点不会，只会说讲歌，不能说讲歌和是不是后面有2个东西，他是讲啊，就是说是讲到最后的家长，不得关心到所有接待人员，为什么？他可以接待好几个人，而且可以刚插他开的，但是违背了他的那我如果说他是这个话。还有我有缺点，所以我们练出来，那个练做1天，昨天以后，我和我的练习，或者这些你说，这是怎样为难越强？他说你不舒服，不是，你怎么不讲继续待下去？后来就跟他说了。他说讲师，晚上一定要上西部街上天课，他就对那西部街上天课吓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明天我们来说正部街560，因为刚才说他很猛，后来也经过这样之后，我就跟他到了第2天后，他脸上在多一些，比方说压力很大。然后你看到他就体内，他不是这个后面，那别人怎么去？可是他还想回去，而且这个后面就跟他讲啊，你要回去没关系，不过你要把我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好，先跟我们讲，先我对下一个以后，我再服务他，服务他的酒钱基础，服务他修办基础，那你跟我们讲。如果有缺点不知道这样的话，你会讲吗？不行。他会跟他说，这样的话，你3天后，我们再决定你要不要回去。不要马上就走3天。3天后，叫你超过5到7场地。他说我要回去，也是不动。
可以挑战2000个。所以我也是说，一步这样啊，然后就回到表达这个事情。然后不仅他被，就是说最后那一个男生，他们因为营造厂上面开的总共一直开国内开项目，但是他没办法做，不仅但是非常不基本，因为他们演讲是讲句话，你们所有造煤厂的人，除了这个小岛只有规定可以做以外，不准做煤，全部做火车。所以有人做了20几个小时，做了10几个小时，来自不同地方，甚至有人做了1000天，赶到1000年，没有进到我然后没人可以讲，或者是没人可以讲，然后很远多，然后他有上来发现因为信你的本事，他就跟他讲出感觉本事，或许38岁，你是说38岁有人看。或者是女生。Kemuna, itu. Ya, itu.对，那今天的诉求是说，他这个人思想应该怎么样？就是在20岁的时候，他们讲就跟他讲，20岁的时候，他讲就跟他讲你的实力就是开发产品。最后他才讲到建立这一位，他叫做一个，或者退离他的主任，因为他所到的他去就表示一想说，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商品，对，他14岁求到那一年，他们2只小男2只就跟他讲这个，你要不要跟老师学习？那你就打定不结婚，办法。各位，14岁的孩子，10年后，他一个人从亚加马这个国家到澳洲边界，就是说亚加马跟就是印尼跟澳洲最边边那个